环保署升格做环境部已经超过3礼拜，部分环保团体是真不满，讲到当应该也未甲部长四副性当面沟通。针对大家公布的新任的环评委员，环团嘛认为讲，一半拢是环境工程的专业，欠缺海域佮沿海湿地生态的专家。为北中南来环保团体代表大声喊口号，唔知影喊偌久才当等到拄就任的环境部长四副性愿意出来面对面沟通。环团批评前任署长张子敬甘愿做经济部的附属单位，即马环境署升格，环团对环境部有更较大的期待。新部长四副性上无嘛爱学前任署长张子敬的优点。沈世宏署长亲自到我们地方来听取我们的意见。就算是民进党上台之后的李应元，一样是跟我们有许多的直接沟通见面的机会。针对环境部公布上升一届环评委员名单，环团认为代表性无够多元，欠缺南部学者、生态专家。中华环保联盟指出，本届外评委员有6位专业是环境工程，只有3位生态专家专业领域是淡水鱼、螃甲森林资源，恐惊无法度评估离岸风电开发对环境的冲击。这届的环评委员是缺乏了海域跟沿海湿地的生态专家，显见我们的环评委员还是选的这个环评委员还是非常不接地气。高雄的环团代表呼吁，南部的开发案真济，相关的环评审查应该伫当地举办，好在地居民会当方便参与审查甲监督。部长四副性有讲过，会去甲环团沟通，毋过就任24天，要等袂着伊主动联络。针对这件代志，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椒华表示，毋望真做倒桥车迄个人，建议伫北中南东拢办座谈会，加听一寡在地环团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